啊，你媽去煮飯，好彩你翻嚟。阿明咧，呢輪放榜你考成點啊？唉，你阿表姐啊靚啦，香港 U 讀喎，仲要2年畢業，一種陳大狀啦。你咧，你有冇話中意咩科啊？有啊，都報晒啦。報晒啦，咁最緊要有冇消息㗎啫。姨媽，乜最近興樓價頂好咩？哎呀，你個衰仔啊！姨媽你都咁。呢個女係好嘢啦，喺香港大學啊讀喎，出嚟啊做陳律師啊，真係要叫。使乜講啊？點啊明？係喎，準備放榜你放成點啊？我暈啦！哎呀，媽，做乜嘢啊？100萬，上啊唔該。書都讀唔成，點揾1萬啊？痛啊！發財！碰啊唔該你啫。等等先，大學都入唔到，學咩人發財啊？13秒。六嬸三太公，大眾開台啦，面似蓮蓉。